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我係 Miss Wolf 啦。咁我今日想介紹下音樂科嘅呈分試班嘅。咁咧，因為最近有家長就問開咧，即係如果同學仔係就嚟要應付呢個小五嘅呈分試啦，咁但係佢又初學樂器嘅，咁究竟係要先學咗音樂科嘅呈分試班會好啲啊，定還是係 ABRSM 嘅樂理咧？咁咧，其實咧，簡單嚟講就係、如果同學仔係初學樂器嘅話咧，唔係急住要考5級樂理，其實可以先去理解咗音樂科即係音樂呈分試嘅樂理嘅內容先，因為咧嗰啲內容咧其實本身就係即係 ABRSM 大概1至2級嘅部分內容嚟嘅。即係舉個例子，即係大家可能咧都成日聽過，即係一個比較有趣啲嘅數拍子方法啦，就係士多啤梨、士多啤梨、蘋果橙啦。咁即係呢啲比較得意啲嘅數拍子嘅方法咧，其實已經係樂理裡面嘅節奏嚟嘅。咁無論係學校嘅呈分試，定係即係學樂器嗰啲同學，ABRSM 都係1至2級裏邊咧係有包括呢啲節奏嘅形式嘅。係啦，咁即係譬如一拍裏面有4粒、2粒、1粒之類，不過咧係俾大家感受下嗰個快慢。如果係正式嘅樂器嘅樂理咧，就有啲名稱要記嘅。咁咧，呈分試嘅樂理咧，暫時可以用啲即係圖像化啲或者係方便嘅方法記，其實都 OK 噶啦。咁係會有少少分別，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咧銜接到嘅。咁又舉另外一個例子啦，即係話咧。節奏同埋咧，呢個都係小五嘅呈分試嘅內容，音名都會考嘅，即係可能就俾個音名嚟，叫同學仔咧填翻個音符點樣畫，或者調翻轉，俾個音符你，叫你寫翻個音名，或者一般嘅一啲嘅節奏嘅畫法啦。咁如果你對照翻咧，即係學樂器初期1、2級咧，有啲內容本身你都需要知道晒嗰啲音高噶啦。碌翻落去先，即係譬如一啲基本，譬如吹笛又好，拉小提琴或者彈琴咁樣，你會咧有啲音符咧，嗰啲名你都要知道係點樣睇五線譜嘅之類啦。咁所以簡單嚟講咧，就係睇下嗰個急切性。如果初學樂器只係需要想初步去加強音樂知識咧，就可以先上咗音樂呈分試班先。去順便應付咗音樂呈分試先，再咧之後可以銜接翻 ABRSM 呢個，即係話可能考樂器6級之前咧就要 pass 5級啦，5級嘅樂理啦，咁就呢啲係絕對有幫助噶啦。咁但係如果調翻轉係話，本身我出年又諗住考樂器，又要應付呈分試，咁就當然係時間緊迫啲啦。咁咪可以先學咗 ABRSM，即係深啲嗰啲嘢。一定係包括晒音樂呈分試嘅啦，即係小五、小六嗰啲嘅內容，即係最多有啲嘢咧係唔係完全喺呢度嘅裏邊咧，就另外再學咁樣咯。咁所以嗰個情況就係咁啦。咁就歡迎大家再查詢啦。即係總之咧，就係小學嘅音樂呈分試嘅內容係會銜接到呢個 ABRSM 嗰個嘅樂理內容嘅。